今日 Angela 呢個視頻係結合2026丙午年流年嘅九宮飛星系統啦，同埋2026立春當日嘅人時4:01開嘅奇門遁甲盤，咁樣兩者結合去分析。咁 Angela 其實係希望可以喺宏觀嘅角度去同大家分享啲玄學嘅空間格局佈局，以此嚟幫助大家喺各方面嘅氣運啊運氣嘅提升。首先我哋嚟睇下返工嘅人士啊，返工人士咧要留意今年嘅正北位啦。今年正北位落入咗武曲星啦，即係600，想升職啊，有貴人緣有桃花呢，就一定要留意呢個位。而正北喺奇門遁甲呢，係坎宮，即係水，壬子貴啊嘛，水係代表財。咁啱佢有臨生門，生門係代表金錢啊利潤，而600武曲佢係有升職嘅現象，所以今年拼搏事業嘅朋友仔，你想要有源源不絕嘅水，就要用金去生。所以我哋可以喺你嘅家中正北方，或者係你嘅客廳、你嘅房、你嘅 office、你嘅辦公台啦，一物一太極啊嘛，咁我哋就可以喺呢啲位置擺一個銅製嘅小風車擺件，或者一個銅蟾蜍，亦可以擺放一個金魚缸啦，裏面係養8條金魚嘅，或者係水種植物。咁個花樽顏色呢，你可以選擇白色或者係金色，又或者係銀色都 OK 嘅。咁結合翻奇門啦，呢一個位就切忌擺放紅色嘅物品。咁其實你想升職有貴人緣，咁都係想加薪。加薪嘅話呢，就要睇我哋嘅正東方啦。今年嘅正東方呢係88正財星位，想加薪啊置業嘅一定要催旺呢一個位，而呢一個意象就非常直白，就係擺跟錢銀相關嘅，譬如白玉元寶、黃元寶或者係黃水晶。結合翻奇門遁甲，我哋係見到正東方亦即係震宮，六合係喺裏面嘅，六合喺奇門裏面呢係主姻緣人緣，咁我哋亦都可以喺正東方擺放啲好開心嘅合照嚟催旺你嘅人際關係。咁假如你係 freelance 啦，或者你係做自媒體，你要擁有一定嘅曝光量、流量嘅，又或者你要通過視頻去推廣你嘅 brand、你嘅品牌，咁就要留意今年嘅東南位，因為今年東南位呢係喜慶位，想令到自己人氣有咁旺得咁旺，擁有超高嘅流量，甚至係頂流嘅，又或者係想結婚啊添丁嘅朋友仔，咁一定要催旺呢一個位啦。九紫有8星。顧名思義，如果你想催旺呢個位，就要放同狗相關嘅物品，例如9朵紅色嘅玫瑰花，或者係擺放9隻蝴蝶。咦，蝴蝶呢最好呢就係放喺高處嘅，因為蝴蝶向上飛噶嘛。除咗呢啲之外呢，仲可以擺有果實嘅植物，寓意係開花結果嘅。同埋今年呢個位置亦都好適合擺放石榴石。咁喺奇門遁甲嚟講呢，我哋有華麗景象呢，咁一定係睇景門，而咁啱今年景門就落咗喺東南巽宮呢個位，所以如果你係需要拍片去宣傳自己嘅話呢，記得多啲喺你公司或者你屋企你所在地方嘅東南方去拍，因為景門落咗呢個位呢，咁啱又係九紫有8星啦，所以呢個位呢，即係東南巽宮位係唔適合放藍色同黑色嘅物品。連續講咗幾個喜慶位，咁而家就要講一講我哋需要注意嘅方位。大家都知啦，財為養命之源，所以我哋最驚係破財。咁今年7赤破軍呢係落喺西南方，而今年嘅奇門遁甲西南坤宮呢係落咗經門。經門喺奇門遁甲裏邊呢係代表是非官非啊、爭吵啊、驚慌驚恐嘅意象，咁即係同7赤破軍星呢係疊加咗 buff 嘅，因此呢一個位要多擺放跟水相關嘅物品。如果你家中係有飲水機嘅話呢，可以擺放喺呢個位，亦都可以擺放海藍寶和黑曜石。而講到是非小人口舌啊，或者係情緒比較容易激動波動，就一定要留意今年嘅正西位，因為三碧星落咗入去。睇翻奇門遁甲啦，天蓬星係落咗喺對宮，即係我哋嘅正西邊，兩者一結合喺呢個方位，極容易遇到騙局或者係爛桃花。並且今年嘅正西方其實亦都唔建議用燈去化解，因為正西為對宮屬金，今年嘅奇門遁甲開門入咗對宮，如果你用火嘅話，火會克金，開門會受損，咁好容易你會連份工都冇埋。所以再嚟建議你哋喺正西方可以放一個紅色嘅福字，或者掛一個紅色嘅中國結，甚至擺個利是封都 OK。而今年最唔好嘅兩個位呢，就五黃二黑落咗喺正南方同西北方，呢兩個位呢，都建議你哋各放一碗安忍水，尤其正南方五黃大病位入死門，西北方除咗擺放安忍水啦，仲可以放銅葫蘆、六帝錢或者係6粒乾隆通寶。結合奇門遁甲呢，呢兩個方位係唔適合放錢銀相關嘅物品。而今年嘅文昌位係喺東北方，求學或者準備考試朋友仔呢，可以喺呢個方位用水養4支富貴竹，或者擺一個文昌塔。而18星今年係落咗喺中宮，所以呢個位係適合擺放水種植物和粉水晶。